張議員你好， Hello. 我係嚟自豐菜中學嘅 6D 班李麗玉。係咁我今日想問一下你，喺你成長過程之中有咩家庭教育同埋社區經驗令你想投身想關注社區事務？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基層出身嘅一個香港土生土長嘅市民啦。咁細個嘅時候咧，我就住觀塘區嘅。咁當時咧，我記得觀塘區嗰個選舉嘅氣氛咧，好濃厚㗎。細個已經見到有啲好大前輩啦，譬如譚耀宗啊，或者可能一啲政界上面嘅前輩咧，見到佢哋喺街邊喺度宣傳，咁喺度拉票。咁當時唔知咩為之選舉㗎嘛。咁我嗰陣時細個咧就問我屋企人啦，問我爸啦，話喺度搞緊啲乜嘢咧咁樣。咁原嚟咧就做緊呢一啲拉票嘅一啲選舉嘅工程。自此之後咧，就開始去留意，原嚟選舉係真係咁樣嘅喎。我仲記得當時咧，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啦，記得譚耀宗喺過嚟觀塘區嗰邊拉票，咁我就見到原來係咁樣嘅，跟住就完咗選舉之後贏咗喎，佢好開心啊！喺我哋個區度借票啦，咁又開始就留意嗰啲宣傳品啊，啲議員嘅宣傳品，啲橫額啊咁樣，就開始即係去留意一啲即係社區上面嘅工作啦。咁啱咧，即係機緣巧合啦，我中學之後啦，咁我中學咧就係比較厲害，都係一啲文科啊、歷史科啊等等。咁所以咧，中學之後咧，我就去咗讀大學啦，咁都係讀社會學啦，同埋讀公共行政科嘅。自自然然咧，就開始走上呢個即係關注社區嘅一個地區工作嘅呢條道路啦。咁我想問下，你喺成長過程之中最想感謝係邊個？最想感謝其實都係我屋企人啦，我阿爸啦。首先咁就細個嘅時候，咁佢就已經帶住我出去，去見識唔同嘅地方啦。咁呢個第一方面啦，之後跟住我開始就參選區議員啦，做地區工作啦。我仲記得咧，即係我讀完書出嚟做嘢，做地區工作啊，開始從政啊，參選議員嘅時候咧，咁佢就喺度提我啦，佢就話：阿仔你好似唔係好適合從政喎，因為你個人嘅性格同我一樣，都係咁老實。其實咁嘅話，唔識變通嘅話，適唔適合從政啊？咁我用咗事實去證明俾佢睇。咁其實咧，我哋呢個嘅反而係我哋嘅優點嚇，我哋老實，我哋亦都係為民去請命。咁呢個反而係我優點。咁時至今天咧，咁我已經係第3屆嘅區議員啦，連續已經做咗11年嘅區議員啦。我阿爸咧而家已經離開咗人世嘅啦，咁但係即係我用咗我嘅行動去證明俾佢聽，其實咧你個仔都適合做區議員嘅。咁你好，張議員，我係嚟自豐菜中學嘅科 C 班嘅蘇玉軒啦。咁我想問下你就係，咁你擁有10幾年嘅地區服務經驗啦。咁當初有冇啲咩契機令你想加入呢個西貢區嘅公共服務，咁走上呢個服務社區嘅道路咧？嗱，首先本身我都係由細到大對一啲歷史啊，對一啲社會啊係有興趣嘅。咁之後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就係讀社會學啦，同埋公共行政出身啦。咁之後都做過一啲唔同類型嘅工作嘅。咁但係之後咧就去咗議員辦事處嗰度咧，去擔任一啲幹事啊，同埋即係做助理嘅工作啦。咁嗰陣時咧就開始去接觸一啲地區服務嘅經驗。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我參與呢個嘅社區服務咧，咁去見工啦。咁當時咧，我仲要咁啱嗰日咧，我係肚痛啊，即係腸胃炎唔舒服嘅，仲要去錯咗地方去見工嘅時候。咁但係即係嗰一刻咧，本身我想放棄嘅。咁我有時而家回想翻起10幾年前、15、16年前啦已經。咁如果我當時嗰一刻，我冇去見工，我去揀咗其他嘅工作。咁今日嘅我係會做啲乜嘢咧？今日我仲係咪喺地區工作上面做區議員呢方面嘅工作咧？咁但係嗰一日咧就後尾咧我就咁啱即係經過嘅時候咧，就去到有間藥房啦，跟住買咗支白花油啦，跟住咧就真係搽勻全身咧，跟住咧就去硬住頭皮去見工。
咁後尾咧就成功成功咗啦，建工嗰度，咁就開始咧就接觸地區嘅工作。咁所以咧有時一啲人生嘅際遇咧就好奇怪嘅。咁嗰一刻你可能選擇咗呢一條路，或者可能一個小小嘅一個決定，咁咧其實就係好大嘅分別。咁所以呢件事咧，亦都係提醒咗我一啲做人嘅經驗啦。有時就唔好咁容易放棄，要堅持落去。咁你有冇諗過呢個契機會令到你日後會成為呢個區議員？嗰陣時都冇諗嘅，其實我哋都係純粹係話揾份工啊，做下地區工作啊，攞下多啲社區嘅經驗嘅啫。咁但係當然喺我工作嘅期間，咁越嚟越多街坊嘅認同、認可，咁就開始亦都咁講，做區議員咧，或者做我哋社區工作咧，肩負起嘅重任係越嚟越多嘅。咁當你有咁多嘅責任要去處理嘅時候咧，就好難去抽身㗎啦。咁我就一做已經做咗超過10年嘅區議員啦，已經。咁當然而家都係繼續努力啦。咁希望咧，亦都可以帶多啲唔同嘅有興趣喺社區服務工作嘅年輕人進入呢一行。咁希望可以貢獻翻香港，貢獻翻國家。張怡你好，我係嚟自豐菜中學 5C 班嘅黃莉亞。咁想問你作為區議員，係平時有一啲咩具體嘅工作去服務街坊呢？其實咧，我哋做區議員咧嘅工作係非常之廣泛。咁啊，大致一啲規劃上面嘅層面啦，交通上面嘅基建啊，呢方面嘅建議啦，喺區議會上面將我哋居民嘅一啲意見帶翻去議會上面，向政府部門反映啦。小至可能一啲可能大家覺得好濕碎嘅事項啦，一啲居民嘅一啲意見，我哋收咗之後，我哋就同佢傾偈啊、溝通啊，或者可能簡單有啲居民可能唔識填表，申請生果金啊、申請長生津啊，唔識處理，咁我哋都係需要處理嘅。所以區議員嘅工作咧係好廣泛嘅。咁啊，我自己就比較熟悉，都係一啲交通啊，譬如可能呢啲巴士線啊、小巴線應該點樣去行，就方便到啲街坊，又唔會咁迂迴啦。其次就係啲規劃上面嘅層次啦。咁啊，你知一個社區，我哋將軍澳為例，係一個新嘅社區嚟嘅。咁啊，有時好多新嘅一啲基建啊，或者一啲康文設施啊、配套啊。咁啊，我一旦知道呢啲嘅設施之後咧，我就會透過我嘅少少嘅技術啦，因為我中意玩航拍機嘅無人機嘅，咁我會放部無人機出去咧，就去拍下一啲新嘅規劃建設啦，然後就剪成一段段嘅影片，擺上去唔同嘅社交媒體上面。咁擺上去嘅原因就係，有時作為市民，佢哋可能未必有時間心機去睇咁多一啲區議會嘅文件、政府嘅文件。咁我就希望咧可以深入淺出，將佢拍成一啲1分鐘、2分鐘嘅一個叫做懶人包或者短片，向佢哋介紹翻我哋將軍澳同埋西貢嘅規劃啦。咁啊，呢個就係地區工作嗰方面啦。咁除咗我自己嘅區議員之外咧，我亦都係其中環保藍關愛隊嘅副隊長，咁係呢個隊嘅負責人嚟嘅。咁我就需要咧，亦都做好多啲關愛社區嘅工作啦。譬如可能有啲長者佢有需要嘅，咁我哋會上門探訪，甚至可能有時有啲長者佢需要到一啲簡單嘅維修，或者轉個牆，裝少少嘅扶手。咁我哋咧都會善用我哋關愛隊嘅呢個脈絡咧，盡量去幫佢哋手嘅。所以我哋做區議員工作咧，可以講係7乘24啊。咁啊，一個禮拜7日，咁啊幾乎又唔好話24小時嘅，但係基本上係有返工就冇收工嘅。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對於社區嘅責任感。咁有時市民就算好夜10點幾，你休息時間，可能揾你有急事嘅時候，你都要即刻去處理咯。咁想問咧，喺咁多嘅服務入邊，你覺得最深刻、最難忘嘅經歷係邊一啲？其實都做過嘅嘢唔少，幫過嘅朋友都真係都唔少嘅。咁啊，有時真係太多啦。咁如果我要講一件事，最近期嘅一件事咧，就係我哋將軍澳有一對失明嘅夫婦，咁嗰個女仔咧都係全失明人士嚟嘅。
個男士咧就係得返1成視力嘅。咁啊，佢哋兩個咧就係排緊公屋。咁有個折中嘅方法就係佢哋而家搬咗入去我哋將軍澳嘅過渡性房屋。即係你知道，如果佢唔搬嚟呢啲過渡性房屋嘅話，可能要住劏房㗎啦。咁但係雖然係過渡性房屋啦，但係始終一啲無障礙嘅設施都係比較少嘅。因為你試想下，失明人士佢哋係完全睇唔到嘢嘅，係好需要地下上面嘅一啲叫做盲人釘啊、引路徑啊，或者可能一啲聲控嘅一啲設施咧，去引領佢去搭地鐵啊，去使用交通工具咁樣嘅。咁佢本身就住喺將軍澳嘅過渡性房屋啦。咁佢哋每日咧，即係尤其是個女士咧，全失明，佢每日咧都要督住個盲公竹去地鐵站咧。平時我哋常人嘅話，可能5分鐘、10分鐘就可以到，但係對於佢嚟講，佢要過條大馬路，咁又非常之危險。其實係可能要半個鐘嘅時間先至行到去地鐵站，亦都需要當中有人扶住佢過馬路嘅。咁我知道呢個情況之後咧，咁我都真係幫佢盡力去爭取，向咗唔同嘅政府部門，包括房屋署啦、社署啦，咁就去據理力爭啦、寫信啦，咁亦都夾雜咗佢哋嘅一啲病歷記錄啦。咁最後咧，佢哋真係成功上樓啦！而家上樓嘅意思就係佢哋可以安排咗一個永久性嘅公屋。咁公屋同過渡性房屋嘅分別咧，就係公屋會比較多一啲盲人引路徑或者一啲無障礙嘅設施。而家佢哋搬咗去黃大仙，咁啊仲邀請咗我上去睇佢間新屋。雖然間屋唔係好大，都係200尺左右，咁但係對於佢哋兩口子嚟講咧，又比較上方便翻佢哋出入啦，去地鐵站啊、搭交通工具啊，咁又有足夠嘅盲人引路徑啦，咁所以佢哋係非常之滿足，非常之感謝。咁我都同佢哋上咗去個屋企 housewarming 啦。咁但係雖然佢而家唔係我嘅選民啦，本身佢係我選民，要可以投票俾我嘅。而家搬咗去黃大仙，但係我哋即係做議員嘅唔係咁現實嘅。我覺得幫到人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對於最近嚟講咧，其實呢件事咧我都比較深刻嘅，而亦都係可以睇得出，即係一間屋其實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咧係一個保障啊！即係佢可以有個安穩嘅生活咧，先至可以繼續去即係喺其他方面去努力。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我真係俾咗個保障俾佢哋咯。咁張議員你好啦，我係嚟自風采中學科 C 班嘅馬近軒。咁我想問下，你覺得而家中學生可以點樣從日常嘅生活中理解到其實基本法跟我哋而家嘅生活好有關係？其實基本法咧，即係同我哋香港市民咧，真係息息相關嘅。咁啊，基本法裡面有好多唔同嘅條文啦。咁我譬如用一個例子去舉，即係俾大家了解下啦。咁啊，我哋西貢區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每逢一啲節日咧，又有啲天后廟誕啊，又有車公廟誕啊，咁啊，甚至咧可能入到去西貢好多一啲離島啊、鄉郊嘅地方咧，有一啲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啊。其實咧，點解我哋有形形色色咁多種類嘅唔同嘅宗教咧？呢個亦都係基本法賦予俾我哋嘅有呢個嘅宗教上面嘅自由，咁我哋先至有呢個權利。咁你先至見到，譬如我哋一個小小嘅地方，西貢將軍澳，天主教嘅教堂又有，基督教嘅教堂又有，甚至可能一啲媽祖啊、道教啊、佛教嘅一啲廟宇又有。咁呢個咧都係即係俾到我哋有一個選擇嘅權利啦。咁呢個就係關於宗教上面嘅自由啦。第二樣嘢，基本法當然我哋都要提我哋嘅國家安全嘅教育啦。咁啊，我哋區內都有舉辦唔同嘅一啲國安嘅一啲活動啊、講座啊。咁其實國家安全咧，唔係純粹一個即係好似好大國家上面嘅安全，或者我哋地區上面嘅安全，甚至我哋日常息息相關嘅食品安全、網絡安全等等，其實都係我哋國家安全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尤其是我哋而家嘅國際形勢，大家都留意到啦，千變萬化。咁啊，國安咧更加係保障翻我哋香港人喺一個安全嘅環境下繼續去發展咯。咁所以咧，簡單講幾樣嘢咧，其實基本法已經見到同我哋香港嘅市民，同我哋好多唔同嘅即係同學仔係息息相關嘅啦。好，唔該。咁我想問下，就係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向青少年推廣嗰啲憲法同埋基本法咧？我覺得都係要由
從淺入深去推廣翻一啲憲法或者基本法。即係講起一啲法律上面嘅嘢，大家可能覺得好深奧。咁點樣去增加市民喺呢方面嘅認識呢？其實可以搞多啲唔同嘅活動。譬如我記得我去年呢，我都搞咗一個國安加安民安嘅一個嘉年華啦。咁啊，裡面有啲年輕人唱下歌啊，有啲講座啊，咁亦都有啲攤位遊戲，咁啊吸引咗咧超過600人參與我哋呢個嘅嘉年華嘅。咁啊透過呢啲嘅一啲小遊戲，可能佢哋當中嘅過程就會認識咗一啲憲法或者基本法嘅一啲條文，或者簡單嘅一啲理論。咁啊透過一啲講座或者透過一啲歌唱活動，可以吸引更加多市民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嘅時間咧，開始潛移默化了解多少少我哋即係憲法或者基本法嘅一啲背景。咁所以咧都係由淺入深，應該要舉辦多啲唔同類型嘅社區活動咧，令到我哋嘅年輕人、唔同年齡層嘅朋友、中年人、老年人都可以認識更加多我哋嘅國家，認識多啲我哋嘅憲法。冇係。